各位歡迎收睇午間新聞，我係陳一心。衛生署指，哈哈哈病毒疫情趨勢持續上升，截至1月16號嘅一星期，哈哈哈病毒檢測陽性比率達70%。哈哈哈病毒嘅主要特徵係持續嘅笑容、失控嘅笑聲、作嘔作悶等等。我哋嚟到哈哈哈康復中心，我哋而家去睇下我哋啲患者係點啊！小姐，請問你轉頭返嚟有其他消息。今日我哋好榮幸請到資深心理學家林專家為我哋講解哈哈哈病毒嘅情況。其實呢個情況咧，香港嚟講咧都好普遍嘅。咁我哋咧患者咧，呢排有個新產品係咯，都想推薦俾大家。咁咧患者試完之後個效果都唔錯㗎，由於驗上哈哈哈病毒嘅主要成因係長期壓力過大、精神緊張，所以我哋公司哈哈哈 Harmony 特登研發咗幾款 product 幫助患者舒緩壓力、放鬆心情。第一款 product 就係 NFC 鎖匙扣，佢裏邊內置 NFC 芯片，用家可以自定歌曲、短片、語錄等等，可以隨時用手機 tap 一 tap 就可以回顧返留俾自己嘅留言，就可以幫助佢哋舒緩壓力、放鬆心情。想知仲有乜嘢 products？ 咁就要喺3月7號至8號啟德零售館揾我哋哈哈哈 Harmony 嘅攤位啦。HSBC 乘 JA 青年創業體驗計劃創意市集，依家創夢闖未來。3月7號同8號約埋朋友仔一齊嚟啟德零售館1及2支持我哋嘅自家設計，到時見。